哇！呢個海景係天璽都係得22間嘅咋。今日睇九龍站上蓋樓王天璽兩房中嘅樓王正對海景，業主有簡單裝修過。第一個洗手間可以浸浴，第一間睡房有部分入牆家私，同樣望住咁靚嘅山海景，入牆家私襯嘅顏色都幾舒服。主人套房亦都有洗手間，亦都可以浸浴同淋浴。亦有高身衣櫃，可以放到雙人床，亦利用窗邊嘅空間做咗書台，或者平時梳妝都係喺呢度。廚房似 L 字形，家電齊備，亦都可以望到海景。工作台面都非常之足夠。